各位，我们即将欣赏到的是80公斤级的8进4比赛。我们首先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来自新疆的野狼哈比提·图尔勋别克登场。我叫哈比提·图尔勋别克，代表自己看双方发挥够狠。我正在 TTF 的准决赛，电光火石，这是你对我的挑战。来自新疆的选手哈比提·图尔勋别克，绰号是野狼，身高1.8米。这个选手的搏击背景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。自由摔跤3年，散打3年，泰拳1年半，巴西柔术3年，可以说练过的东西很多很杂。这位选手应该是为数不多的技术全面的选手，而且在上一场的比赛对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从地面到布置几乎不超过10秒钟。没错，上一场比赛是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的十字锁结束了结束了。这位图尔勋别克呢，他告诉我他的特长是打击、地面打击和站立打击，但是我们在上一场只看到了他的降服和地面缠斗技术，希望这回能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下面有请红方选手8级雄剑尹纯雄。我叫尹纯雄，来自安徽。我从小跟我父亲练习武术，小心我重训。接下来出场的尹纯雄，这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功夫的典型代表啊！这是练8级拳的，也练过红拳，练过劈挂拳，获得过2012年长春市8级拳的冠军，大刀的冠军，同时也获得过台湾2013年国际武术比赛8级拳对练的冠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次的16进8的比赛中呢，他是依靠自己的地面技术，对，直接降服了对手，裸脚。而且那个裸脚是非常非常硬的裸脚，直接搂着脖子就把对方给摔到地面上了啊，然后裸脚获胜。这位选手呢，而且是一位演员，对，他站在 CKF 擂台上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展示自己8级拳的特色。比赛场台的是国家1级裁判赵自阳，比赛马上开始。好，双方第一回合的较量马上开始。从这个块头上来讲啊，应该说哈比提·图尔勋别克显得要更加壮一些。我认为这是一个传统武术对现代武术的一个对抗。哈比提·别克自己练的是自由式摔跤、散打，而尹纯雄练的是传统的8级红拳劈挂。我们看双方能蹭出什么样的火花。好，比赛开始。上来尹纯雄就是一个后直接使用后手直拳、重拳啊，哈比提下来就要抱拳了，进入地面。双方因为运动员呢已经有半个身子露在了这个圈绳的外面，所以呢必须及时终止，保护运动员。刚才哈比提这个抱摔是干净利索，下潜的速度非常快。高鞭腿，空手甩拳。我觉得尹纯雄这位选手的拳法还是很有特色的，他并不像传统我们看到的散打或者拳击一样的发力。很不错的一个防摔。哈比提防对方后手拳的这个意识要更强一些，对，否则容易防拳的能力不是很好。是，刚才一个迎击，对，往过掀一下，这一下很聪明。尹纯雄看看能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。哈比提想拿对方的手，没成功。刚才这些动作的转换都是在电光火石之间的。就目前来看呢，两个选手各自有各自的特点，但是也有自己的短板。没错，哈比提这个防拳的意识啊，一定要加强。哈比提的报价有一点点低。
然后呢，尹春雄他这个右手直拳的发力啊，确实是像很多传统武术的这种发力方式炮锤，对，它不是直线，对他带着弧线的，对，带着弧线，但是呢，又不是我们拳击里面摆拳的这种，没错，很控制的弧线。我觉得尹春雄所打的这种拳法呢，多多少少都有传统武术的影子。这个毕竟练了那么多年啊，对，这种影子肯定会有。但是他的拳腿的连击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。似乎在场面上呢，尹春雄更占主动。至少一直在主动进攻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刚才在尹春雄进攻的时候，哈比提这个对于拳法的破解，也是属于不是很精妙，属于本能的在躲闪。对，用手给他挑开、隔开了破坏的，而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这种格挡。我现在还在期待着尹春雄能出现自己的八锤的爆肘。这个要找机会了，这个要塑造机会，纯粹要找机会的。进步顶肘要一气呵成。一个小被射到了。尹春雄对地面的理解还是有的，他一直知道要侧身等等。第一回合结束。应该说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，但是这个技术呢都有一些糙，都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，粗糙。我个人觉得哈比提在这场第一回合的比赛中还是略占优势的，因为在判罚中他的成功抱摔应该会为他得到不少的分数。从尹春雄的角度来讲呢，他的这个拳法的打击和腿法的踢击没有特别有效的、清晰的击打到对方，没有产生有效的位移。这是哈比提第一次抱摔成功。巨大的冲击力量直接把运动员冲出了围栏以外。这是哈比提一个前手的迎击。对，那么想对尹春雄进行追击打击，尹春雄很有经验，马上把自己的腿立在对方，而且控制对方的一只手。这是第二次，双方进行了第一回合的试探和双方教练员的布置，看看能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比赛。顶膝，先有一拳打到了下巴上，太结实了。哈比提是抓住机会，得势不饶人，连续的拳击、肘击。但是尹春雄用自己的手臂藏得比较好。看看能不能破解掉这一轮连环的进攻。刚才哈比提的瞬间爆发力让我们挺有印象啊。但打到下巴上这一拳呢，打得有点低，对，有点低。先是前手一拳打到了头部，然后在这个机会上面做了很多有效的进攻。这个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这个动作并没有打击对手的后脑，对，很规范。哈比提这个鞭腿的速度还是非常慢的。尹春雄的打击频率也不是特别高，而且速度也不快。但是我认为，作为尹春雄这种传统武术的练习者，有勇气用自己的传统武术上到我们 CKF 的擂台上跟各路英豪在对战，已经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表现。我们的传统武术就需要这样的斗士。刚才哈比提一个后手的迎击。哈比提抓机会的能力不是特别强，没错，速度慢，他关键是因为速度慢。是的，前手的刺拳，哈比提的拳，与其说是拳，更不如像是戳。哎，你这个形象形容，我觉得非常的形象。他的速度不是很快。其实这个产生这样一个原因的根本节点在于他的这个发力顺序，肌肉的发力顺序有点不太正确。这可能是最早练习的时候啊，没有遇到一个很明白的、很正规的这样一个老师，或者说是凭借自己的一种揣摩、一种模仿，形成错误的肌肉记忆。对，再改就很难了。
其实啊，这几年我们主要就拿拳击来说事儿的话，这几年通过跟俄罗斯、跟古巴的一些交流，发现，过去10年当中，我们的很多这种教练啊，在拳击的这个出拳的训练当中，就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一些错误。是哦，我们看到尹纯雄的左腿已经青紫了。双方进入地面，没有什么建树，那么裁判干预比赛进程，马上拆开，重新开始，这是为了保证观众能够看到流畅的、精彩的画面对抗。在哈比提的几次低位鞭腿以后，尹纯雄的左腿已经青紫，我觉得可能会对他的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小鞭腿，尽管可能说是得势不得分，但是一旦这个势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。我记得1999年在拉斯维加斯，当时是我们第一次搞三大王跟这个美国职业拳击的对抗赛。当时内蒙古的选手格勒图就是连续的7记小鞭腿踢到对方的这个大腿上，这是不得分的。但是第8记踢上去之后，对方的大腿抽筋了，比赛结束了，量变到质变。对。第二回合结束。从这回合来看，我觉得还是哈比提略微有优势。尹纯雄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打击体系，到现在为止得分并不太乐观。有时候我们经常讲，这个选手在台上这头脑是否清晰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什么样的，该怎么打。对，但是看这场比赛到尹纯雄打到现在有点迷茫。是的。其实哈比提的重拳也不是特别重，但是对于尹纯雄来说，好像对他的心理压力要大于身体负担。没错。现在比赛进入了第3回合。就是说，你可能在练套路的时候的各种招式、各种技法很多，但是怎么把这些技法运用到实战当中，这是一个课题。进入第3回合之后，双方的拼打激烈了起来。尹纯雄现在需要自己有更多方面、多角度的进攻，来打破现在的这个僵局。从前2回合我们看到，就是哈比提的抱摔技术的确是不错的。没错，他应该继续发扬2记重拳，2记重拳。现在是尹纯雄把哈比提摔倒了，哈比提立刻站起来，没有控制住。对，这个抱腿转压摔啊，你抱腿之后，关键还要在于就是这个用自己的肩膀去撞顶对方的这个重心，这个腹股沟这个位置啊。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3回合，双方的身体消耗都非常大，而且身上应该也出了很多汗，所以在控制和抱摔的情况下，会给双方增加更大的难度。没错。在纵观这3回合拳法的有效性上，目前哈比提还是略微有一些优势吧。就是他的这种拳法的多样性要比对手要好一点。是的，尹纯雄基本上就是后手拉开的重拳和前手的刺激，而且尹纯雄的步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方踢大腿的干扰，有一些迟钝。这个大腿这位置上连续挨小鞭腿挨多了，肯定是又是一个重拳砸在了他的脸上。我们比赛已经进入了第3回合，马上要进入尾声了。我希望尹纯雄发挥出自己的能力。其实你看，两个人抓机会的能力都不强，对，而且速度都不快。高鞭腿其实是已经露出了很大的进攻的破绽，是。结果哈比提没反应，也可能是双方体力下降了。对，这也是跟体能下降也是有关系的。现场的观众啊沸腾了。现在双方已经到了最后比赛的关头，我个人还是非常希望双方选手能放下包袱，抓住机会，没有很好的利用刚才那次滑倒。现在两个人更像是用拳法在进行大面撒网的捕捞。刚才我觉得哈比提是脚下一滑，对，刚才是滑倒的，应该不是被击中的。
就是刚才慢放哈比皮的一个后手接一个前手。本场比赛中打击频率并不是亮点，没错，亮点是双方在自己相对缓慢的速度上，怎么利用自己的最大优势控制对方的最大劣势，这个是个亮点。没错，这是刚才的那个滑倒。好，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：3位边裁，1号裁判30比28，2号裁判30比28，3号裁判30比29。最终获胜的是黑方选手。我自己觉得我打地面，没打地面，打了天。我自己相信自己拿冠军拿金腰带。